喜欢吃的巧克力饼干哦。我也带了你最喜欢吃的糖果哦。彤彤姐姐来了，所以要出发喽。等一下啦，亮亮点点，我忘记订车票了。啊！忘记订车票！哈哈，彤彤姐姐，你是骗人的哦！骗你？骗人？没有，我没有骗你啦，我是真的忘记订车票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是啊，用微暗呢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……我说用微暗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居然忘记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东西都买好了。那，不如我们去公园野餐好不好？这样子就不会浪费你们精心准备的东西啦。好啊！而且还可以去公园玩溜滑梯耶！太好了，谢谢你们肯原谅我这个糊涂的彤彤姐姐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出发去公园吧！耶，出来了！用微暗呢？怎么会这样？用微暗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彤彤姐姐，这本书掉了一页啊！哦，用微暗呢？还有这支铅笔也断掉了啊！我看，真的用微暗呢。对不起，彤彤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没关系，点点，我来想办法把它修理好就好啦。骗你，骗人，骗你，骗人。彤彤姐姐，你知道蚂蚁可以搬起一座山吗？蚂蚁可以搬起一座山？才不是嘞！骗你，亮亮，你是吹牛的吧？嘿嘿嘿，对啊，因为我明天要参加吹牛比赛哦。哦，那这样亮亮一定第一名。骗你，用微暗呢？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亮。